Hello， 各位街坊，我係紀倫陳生。今日嚟到火炬開發區，帶大家睇一個非常高端嘅樓盤吓，鴻銳一品，應該好多街坊有聽講過噶啦。呢度咧會所咧係中山珠海所有咁多樓盤中係第一嘅，有4000幾方嘅皇家會所啦。咁佢裏邊咧有恆溫泳池啦，有室外泳池啦，就係一啲東南亞風格度假風嘅。咁裏邊啲健身房啊、咖啡室啊，包括一啲瑜伽室啊，咁佢個配套咧，絕對係喺所有會所中最大最靚嘅。而家咧運行緊嘅，亦都有收3000幾蚊一年嚇。佢所有啲器材啊，都係全進口嘅。呢個樓盤做出嘅嘢都係高端嘅嚇，屬於一流嘅。所以話喺呢個樓盤嚟講，吊打4代住宅嘅。所以喺呢個盤而家咧住落嚟嘅人都話好滿意。因為佢喺呢度基本唔使出門都 OK 噶啦，因為裏邊嘅配套咧都夠佢日常享受嘅。所以度假養老各位街坊想要靚個會所嘅，不妨可以睇睇呢個。除咗會所之外咧，呢個盤區位咧亦都係佢個優點。咁佢1公里到咧就有嘅中山站啦。咁上廣州啊，去上海、北京啊，坐高鐵啊，包括西九龍話走就走。1公里外日後咧亦都有地鐵站嘅。咁呢條地鐵咧就係廣州嘅18號延長線啦，上廣州嘅珠江新城啦，然後下珠海啦，話走就走，真係非常方便。當然樓盤咧亦都周邊嘅生活配套亦都好成熟噶啦，咁包括去 Coco City 啦，都係5分零鐘係嘛，富逸城啊呢啲都係大型嘅商圈啊嘛，亦都有中港兩地牌嘅直通巴啦，翻香港嘅所以出行嚟講唔使擔心。咁既然出行又靚，會所又高端啦，咁上去睇下樣板間園林情況啦，走。呢度咧就係小區個園林啦，園林嘅環境咧就係非常之優美嘅。咁我而家就上咗會所嘅上邊，下邊就泳池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啲鳥籠啊，咁係嘛，好有東南亞嘅一個風格。呢個小區咧曾榮獲咗一個叫做話高端精品小區設計景觀優秀獎嘅。所以佢環境綠化非常之靚，可以講得話一步一景，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感受。咁園林綠化咧就做到咗38%嘅，可以講得話鳥語花香啦，亦都係乾淨企理嘅。所以物業管理嚟講咧就做得非常之好嘅，將嗰個園林咧打造咗成一個小型嘅公園咁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後呢個叫兒童嘅遊樂區啦，係咪非常大啊？比一般樓盤咧都要卡細好多嘅，係嘛？即係有細路仔嘅話，翻到呢啲咁嘅屋苑嚟住，非常之中意啦。OK。咁就唔多講啦，上去睇睇樣板間先。OK， 咁而家咧就嚟到18樓樣板間吓，就2梯4戶，呢一邊咧就一個110啦，就118嘅，即係2戶啦。咁隔籬亦都係2戶嘅，就分得比較開嘅，所以佢採光透光性都會比較好。咁呢個110咧，俾我感覺就係飛機戶型啦，即係面面向南，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朝南嘅嗱。呢個咧就屬於一個交付標準，即係我哋講嘅所見即所得啦，就冇放沙發啊、床啊嗰啲咁嘅嘢嘅，即係見到嘅嘢都 OK 嘅。咁呢個地板就係咁嘅色，咁嘅天花咧亦都經過咗一個升級嘅，亦都有空調啲吊機喺度噶啦。咁咧就屬於一種中央空調咁嘅一個風格嘅。OK， 咁睇翻露台啦，嗱呢個露台咧有啲人會推佢出去做翻一個比較大嘅廳啦，喺度包圍住啦。咁呢度咧就係18樓，咁望出去咧其實已經係一望無際噶啦。咁前方咧就係屬於 Coco City 啦，方方正正嗰度我哋講嘅3-5分鐘可以到咁外邊景觀嚟講，高啲樓層咧叫做一覽眾山小嘅景觀仲係唔錯，比較開揚南向。OK， 房間咧就每一個房間都朝南嘅，先睇主人房呢個主人房方方正正你話尺寸好大咧又冇，但係佢有個飄窗，我覺得都可以瞓一個人。朝向同嗰個露台其實就一樣嘅。咁衞生間就藏咗喺呢一度嘅，我打開個門，大家先睇到OK， 咁其實都幾大嘅，鏡頭可以跟住嚟。如果係睇個正面，感覺好細，其實裏邊好闊嘅。OK， 有埋乾濕分離。OK， 咁呢個就屬於主人房啦。咁就兩邊就房間，另外仲有一邊嘅。望過嚟呢一邊咧，中間係廁所位。咁呢一間咧就屬於客房，南向客房。OK， 朝向同主人房個朝向都係一樣噶啦。所以講每個房間朝向都朝南嘅，咁而家仲有一個房間嘅
咁呢個房間就會比較長啦。屬於有個4.3米，呢個適度有4.3米，所以擺1.8米床做衣計足夠嘅。咁呢邊亦都有倉，咁呢個倉會細啲，但係依然係朝南。所以我哋講見得到嘅都係朝南，所以對嗰個朝向有要求嘅街坊，呢種戶型應該好中意嘅。咁呢個飯廳其實喺呢度擺個1.8米 OK 啦，呢邊仲可以做翻啲計嘅，係嘛？廚房喺呢個位嚇，啱啱忘記咗講噶啦。咁佢就預留咗雙門嘅冰箱位啦，一字廚房。咁呢啲全部都係有嘅嚇，全部已經有噶啦，即係所見即所得。OK， 包括洗手池啦，或者洗菜池啦，都好大嘅，好大好闊嚇。所以佢裝修標準嚟講都 OK 嘅。呢度仲有一個少少嘅露台，即係擺下洗衣機啊，擺下啲拖把嘅，都係朝南。所以話呢個戶型嘅優勢就係動靜分離啦，兩邊係房間之餘咧就。灰膠戶型叫雙龍口珠啦，就每個朝向都朝南，採光會比較好。OK， 隔離咧就係118嘅，咁啊子母門咧，交付標準都幾高啊啲門，好厚啊，咁好。OK， 亦都比較靚。嗱呢度咧佢就做咗一個雲廳，6.4米嘅雲廳，咁廚房喺呢邊。佢有個展示板展示咗一啲優化嘅，即係比上一代產品、比之前嘅產品做咗優化嘅一個嘢啦，包括天花吊頂啊、門窗啊、廚房啊，包括啲廚具啊，係嘛？廁所啊、嗰啲洗手盤啊，都經過咗升級改造噶啦。咁露台比較大嚇，啱啱就睇萬家燈火啦。呢個就睇自己嘅小區內園嘅。咁內園望過去前邊有2棟咧，望得見嘅就係下一期。都未有賣嘅，咁啊屬於大面積啦，就未有入住嘅。有入住嗰啲咧，就係而家已經賣晒㗎啦。咁佢入住率而家咧就60%以上，大家可以見得到晾衣服嘅嚇，可以見到晾衣服。我哋正樓下望落去咧，就係嗰個牙齒空間。OK， 嗱睇下個廚房啦，個廚房咧就唔算寬，但係就長嗱。呢邊亦都有倉嘅，咁啊洗手盤啦，大家睇到啦。OK， 咁我介紹一下上邊呢個啦，即係而家嚟講下，廚房一般煮餸啊驚熱啦，驚油煙咧，油煙有油煙機啦，但係你熱辣辣就冇得頂嘅係嘛？咁佢又有呢個吹涼嘅，喺呢度控制啊，直接喺呢度撳上邊，直接就吹涼風噶啦。所以呢個升級嘅設計，我覺得都幾實用下嘅。OK， 喺房間，咁房間咧就。呢一邊全部係房間㗎，呢條走廊其實都冇浪費，但我覺得都落翻廳嘅位置。咁第一個就衛生間啦，衛生間咧就118嚟講有咁寬嘅啦，一爪寬應該係7.8米度。OK， 咁呢度仲可以坐住，嗰個飄台都好深嘅，我一個手伸唔過嘅。呢邊有個，其實做2個洗手盆就 OK。好，房間第一個係客房嚇。每個房間區都有飄台嘅嚇，都有飄台。咁啊，而家就可以咁坐住睇下書，望下內園嘅環境啦。咁啊，放1.8米床啊，正常一個空間。你話好大又冇，我覺得正常。2個都差唔多嘅，就一個望南，一個望北嘅，即係2個客房，一個南一個北，大細幾乎一樣嘅。OK， 主人房喺呢邊，主人房會稍微大少少。因為畢竟係頭間，咁啊採光肯定冇問題啦，望過去一望無際嘅嚇。咁而家18樓嚇，如果係低啲樓層可能有遮擋，但係高樓層景觀非常靚。咁呢度咧就兩邊其實就預留咗你做衣櫃位嘅，呢度就入嚟就衛生間。咁其實都夠闊，會比嗰個公共嗰個咧就細少少，但係後間嚟講都夠大㗎啦。其實都真係去到1.6米、1.7米。咁啊，正常一個3房單位117，你話實用率咧，其實有8-9成嘅，因為嗰個廳露台都係比較大，2個客房咧都比較近雲，就唔會話有啲細細地做咗一個出嚟咁嘅。咁呢一套房嚟講下，喺整個火炬開發區，佢嘅優點好明顯，就係話會所好靚，中意啲街坊翻嚟話唔想點出外邊嘅。又驚外邊嘈雜嘅喺呢度，無論你係游泳啊、按摩揼吉啊、健身啊、飲咖啡啊，係嘛？做瑜伽、落樓樣樣都有嘅。咁綠化率亦都高達38%啦，小區內園亦都好靚。啱先我哋睇到嗰啲咁嘅兒童樂園啊，嗰啲都好大嘅，即係好似嗰啲
大型嘅娛樂場所嗰啲咁嘅，比較寬闊啊。喺中山嚟講，呢個盤叫做話會所咧就係第一嘅，所以各位街坊中意呢種會所靚、小區園林口、位置仲 OK 嘅盤，所以睇下呢個都唔錯。點講位置 OK？ 你話1公里到係咪有大型嘅高鐵站啦？北上廣深隨時去喎，係咪？又有地鐵站喎，1公里到係嘛？日後上廣州落珠海，哇咁易啦！近者係嘛？去 COCO City 富力城呢啲係嘛？大型商都，亦都有中港巴士翻香港係嘛？出行方便，衣食住行樣樣有，配套仲咁齊全，樓盤又咁樣，裝修標準又升級過。各位街坊有興趣嘅嗱聲嚟睇睇啦。咁而家嘅買房政策咧就係話加8000零蚊可以送全屋嘅家私家電嘅，亦都送1年藝前空間嗰個會所嘅會員套票。咁又有車位送啦，咁都係加8000零蚊就送車位嘅，即係產權車位嗰隻啊。但係呢啲咧都係名額有限嚇，先到先得嘅。各位街坊，今期拍到呢度，下期咧拍更新嘅樓盤啦。有興趣隨時WhatsApp，拜拜。